察提枪，拢要去一间套房，内底人搁想要选。警察走去对面的街路，一群人徛伫咧顶仔卡，随调查因的身份。因本来拢是想要靠卖药剂发财，结果全部拢被骗，尾后阁变做诈骗集团的成员。有一个吴先生伫咧网络顶看到广告，讲卖一粒药剂50万，因为无钱通开，就随位台南来到台北。毋过上北了后，主嫌甲伊讲卖药剂真危险，提供另外一条趁钱的路，先做人头口做。吴先生本来卖，就去关伫咧套房内底，搁去拍，尾后惊配合来到银行，该口做暗号，才趁机会向行员画救命。被害人所递的这个纸条以外总计在3日内把11人全部查获到案了。信诺一妨害自由、伤害、毒品、诈欺等罪嫌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警察伫咧套房内底抓到10几个人，敢有4个是本来主嫌，剩的拢是想要卖药剂的人，后来变做诈骗集团的成员。现场找到小铺仔含毒品，非法贪买有几10万。本来想要靠卖器官趁钱，结果钱无趁到，搁去诈骗，险险去警察甲因抓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